我就用一句我成日都自己心入邊嘅座右銘啦。我成日覺得咧，運氣咧就係當有準備嘅人面對到機遇。我係發覺其實如果一個冇準備嘅人咧，無論你俾幾多機會佢都好，當然有準備嘅人咧，佢未必係真係會有嗰個運氣。但係第一件事要做好自己先，就係永遠都將自己準備好。咁我喺自己無論我嘅職涯或者喺成個香港發展，我都體現得到嘅。咁我都算係幾好彩，我係以前喺香港出生，香港讀中學，香港長大，跟住喺外國讀幾年大學，然後翻嚟香港喺啲外資銀行工作。咁嗰陣時，因為一方面我又喺中國人啦，我熟悉香港中國市場同埋個文化。咁我喺外國讀過書，我熟悉呢個環球投資者佢哋嗰個嘅習慣同埋佢哋嘅做法。咁所以喺外資行嘅時候咧，就工作都叫順暢。咁適逢咧嗰陣時，我係99年入行，咁好忙嘅。嗰陣時我係朝頭早8點鐘翻工，夜晚12點收工，咁翻到屋企10點幾1點食晚飯，2點鐘瞓覺，5個幾鐘頭起身又翻工嘅。咁但係因為嗰段時間令到我咧學嘢學得好快。咁隨住我哋國家嘅經濟係起飛，隨住亞洲經濟起飛咧，隨住環球市場對亞洲係咁有興趣咧，所以我喺由99年到06、07年間咧事業都發展得好順遂。咁好短時間由分析員到去做經理，到助理副總裁、副總裁、董事、執行董事、董事總經理，好短時間就行過咗呢啲階段。咁但係我覺得純粹我嘅運氣。如果冇國家嘅發展機遇，冇我哋亞洲市場整體嘅經濟蓬勃咧，我幾多準備都冇用。咁但係都好彩，我做啱咗準備，就係我熟悉呢一個國家同埋呢個亞洲市場。我都好彩地咧，因為我係讀金融嘅。讀經濟嘅，所以我可以爬到呢個機遇。咁如果講翻成個香港，我覺得都係類似嘅。我哋例如近年我哋講啱香港股票上好蓬勃啦。我哋上年2025年 IPO 係世界第一，我哋嗰個好多唔同嘅初創公司嚟香港上市。但係大家回帶翻咧，其實我哋嘅準備功夫咧喺2018年已經開始嘅。我哋2018年開始就由嗰個同不同權啊。講緊18A、18C 一系列嘅改革。如果我哋香港市場冇做好咁多年嘅準備，當嗰個經濟嘅浪潮，當嗰個嘅上市嘅浪潮嚟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冇嗰個容量、冇個平台去把握呢個機遇嘅。所以我永遠都覺得咧，運氣咧就係當有準備嘅人就啱啱面對到相關嘅機遇。咁所以我都係會繼續提醒自己，同埋希望大家身邊人都係咧，寧願先做好自己嘅準備功夫。咁亦都唔好氣餒。遲早都會有適當嘅機會嚟，而就算你做咗準備，而個機會冇嚟到啦，其實你唔係失去咗嘅，你裝備嘅時間已經提升咗自己，到你另外一個嘅機遇，另外一類嘅運氣嚟到時候咧，你就會更好能把握。